严德公子。李叔，这外哪样？爸爸打我！走，他妈的，你先打我就不了。年龄23，这个名字最近好耳熟啊。这次为什么打仗啊？我没打仗，我是被打的。为什么去六中闹事儿？你不是六中学生吧？我没闹事儿，我是去玩的。玩？六中是你玩的地方吗？说，为什么打人？我说了，我没打人，我是被打的。好，你是被打的，那你告诉我，谁打的你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为什么打你啊？不知道。你这一问三不知的是吧？跟你说，就算你没打，你的朋友也打了啊！都有谁？说。小季，你们不是把他带来了吗？还有呢？没了。没了。没别人了吗？你要是这么说话啊，你刚才说的话我可都不能信了。现场的人都说你们一共有5个人，跑了3个，其他人呢？叫什么名字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不认识？你们一起去六中玩？真不认识。我走街上就跟他们碰见了，他们问我说你干嘛去？我说我去拍扑克，他们就跟着一块儿去了。你这交朋友能力还挺强的是吧？那我现在把你放了，你上街上马上给我找3个人，跟你一起去打仗去。行啊，你放了我马上去。放死！你以为这什么地方？严政委。哎，这洪斌嘛，怎么转业了？是啊，严叔，我都回来1年了。严叔，你看，我这被打了，他们不抓打我的人，还在这审我。怎么你被打了？你这伤厉害吗？没啥事儿，不过应该马上上医院。你看，这还淌血呢。这个田儿啊，这个是咱们赵部长的儿子，这孩子从小我就认识，还让他上医院吧。要让他先回去。小季在哪儿？隔壁。爸，怎么给他们放了呀？他把我打成这样了都，你该教训他们呀！这一巴掌让严春秋认识到，如果不想自己当狗，就要站在打狗的位置上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但是个人领悟能力不同。多年后，严春秋当了警察，不知道和今天这一巴掌有没有关系。小姐，谁他妈把你弄成这样？我他妈剁了他！哎呀，哭啥？欢欢，我们要是一直不出来，你就一直在这傻等啊？对，我就是要在这等着你们，等着你。你呀，哎，打我那人是谁啊？他是我的同学，叫严春秋。严春秋是严叔的儿子，难怪他来了。你是说刚才进去的那个人吗？他为什么打我呀？他好像很喜欢我。难怪。对了，洪斌，我能求你答应我件事吗？你去教训严春秋的时候，
能不能轻点？毕竟他爸爸是公安局的政委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去打严春秋的。操！他都把你打成这样了，你就这么算了？我不是为他，你想想，高欢只要1天没毕业，他们俩就还是同学。我那么对他的同学不依不饶的，对高欢有什么好处？谢谢你，洪斌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慢走慢走，带我慢走。洪兵，咋的？你真不打算揍那小子了？不揍了。哎，你追着三虎打那狠劲哪去了？三虎那是流氓，必须得揍。洪兵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今天太他妈窝囊了。你要是不去收拾那小子，我和李武去。对呀，随时你一句话似的。操！今天打仗啊，我算吃亏了，但其实我赢了。啊？不是，赢了，赢啥了你？赢了，说啥呢？我赢了高欢的心。你啥玩意儿？你说啥呢？高欢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。打坏了呢？其实我跟你说，严春秋就一小孩儿，真正小姑娘喜欢的，那还得是成熟稳重、关键时刻能屈能伸的男人。而恰恰呢，我就是这种男人。这么叫的，有这么夸自己的吗？这不是头疼了吗？你这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也听不懂。有失必有得。洪兵啊，我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，我真听不懂。严春秋是把赵红兵打晕了，表面上看是占了便宜，但是在其后的20年里，高欢再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。来，都快点来，咱这上面都不平，往上点儿。对，沙轴的。太屌了！哎呦我，你小兄弟不错，干活挺利索的。我估计啊，收拾收拾，过2天就能开业了。这2天还真得谢谢你。你可拉倒，你他妈埋汰我！哎，都他妈别骚扰啊，上门了。哎，我昨晚又梦见那小北京了，梦见咱哥几个又一起喝酒唠嗑的。不是，你最近跟他有没有联系啊？联系了，前2天给我打电话呢。你还真想他了是吧？那可不是多久。我来给你们传达个事儿，李四和飞四这哥俩来电话了，听说自己没被通缉，现在正往回赶呢。我操！他俩还知道有个家呀？可不是嘛，他们俩山南海北的玩了一圈，现在啊落脚在北京了，和小北京啊在一起呢。听说自己没被通缉，当时就吵吵着要回家。这会儿我估摸着应该上车了，明天中午啊就到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说的就是这哥俩呀，不敢打电话回家，直接打我单位去了，让我下了班赶快来通知你们一声。这俩小子啊，打架干活找着他，这打完架也干完活了，现在回来了。这也不知道工作单位能不能要他们了。要啥要啊？人跑了2月，连个信儿都没有，换了哪个单位敢要这样人呢？我呀，早就听说他俩被开除了。哎，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明天中秋节了啊！哎，你们也该放假了吧？对啊，明天你跟李武上火车站接他们俩去。啊，我跟大伟上饭店订一桌，咱们哥几个好好搓一顿啊！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走，吃饭去。走了。你这，我说，哎呀，你说这哥俩也太让大家操心了，干嘛那么多事儿？完了，全红兵！哎呦！再见！想死你了！怎么还这个？眼镜还没摘掉。小申，我呀，一点你也没进步啊！没事啊，回来了你咋的？我昨晚做梦还梦见你了，真事儿。我告诉你，你等我愿意来啊，这不给这2位爷送行吗？送行之前啊，喝了点。我说给他俩送上火车，我下去得了吧？乌泱的人根本挤不下去。哎，得了，都喝多了，借这酒劲儿，我说车上眯瞪一会儿吧。一睁眼一看窗外，3个大字儿：
山海关。我操！得，直接过来吧。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啊！今儿就在这儿过节了，来吃完饭给家里打个电话报平安啊！坐，我在这儿呢。你坐这儿。哎呀，坐起来啊！来，怎么办？哎呦，这是你们当地酒啊？当然。哎，这新出的没喝过，没见过呢，还来。等，怎么样，这件？行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都弄完了，就等大伙过来了。哎呦喂，我操，这小孩这么熟，哎，怎么着，先整一个。